迎收睇呢一節新聞，我係陳大貓娘。首先想澄清翻，呢度其實係一個俾我哋無所不談嘅平台，真係唔想成日講香港頂流、九記牛腩同薩莉亞一樣亂衰香港，但係頂流同佢嘅粉，以至係佢哋嘅閉環產業鏈運作，完全影響娛樂行業、輿論、社會生態，以至法治精神，真係對香港未來有好大影響。但偏偏成個網都冇人講，冇人講咪我講咯。都係嗰句，其實香港人從來都只係崇優，無論佢咩職業、咩社會地位，只要佢係敬業樂業，就算係一個不兩餸飯嘅姐姐，我哋都會欣賞佢。大家喺各自嘅崗位努力，先至可以推動社會進步。你話我係 hater 咩？我都想話你聽，我曾經都係某人嘅 supporter。其實真係有咁多 hater 咩？定還是睇唔過眼嘅人都係因為恨鐵不成鋼啊？如果有人係講多過做，明明唔見佢再努力了，咁唔該唔好再同我講佢有幾好、幾正面、幾正能量好嗎？好多 YouTuber 都乘機搭過便車，可唔可以講佢？陳大貓娘都一樣，網絡口水本來就冇邊個比邊個道德，但如果為咗流量而去一味盲讚盲撐佢，甚至是非不分，呢啲 YouTuber 以至係公眾人物，你哋就未免太過下九流啦。再講以前香港有邊個巨星唔係聽住毒舌說話而成長噶？鄭欣宜係，容祖兒係，謝霆鋒係，林峰係，陳偉霆係。留意翻，佢哋個個都識得振作自強，努力唔係得把口。講起負評下成長，仲有一個叫麥浚龍，佢老哥夠有錢啦啩？佢套《風林火山》拍咗7年先上畫，套戲唔好睇都要接受人 hurt 佢啊？點解你哋個小姜姜唔俾人 hurt 得啊？真係以為自己將個偶像放喺溫室就可以禁室培育，成為人中之龍咩？係啊，呢個時代做偶像淨係需要用錢堆砌，但係如果佢根本冇實力可言，觀眾係可以 say no 㗎咯。我話知你哋幾惡幾霸道，有幾多錢出幾多人礦，你哋啲吹奏團反駁隊可以個個 post 條 thread 都跟到足頂到冚咩？唔得咯。如果一個偶像真係咁受歡迎，點會喺個別媒體嘅 post 就清一色洗版，一啲反對聲音都冇？而喺個別冇咁主流嘅媒體，又或者某某日報出個 breaking news，就連零星讚美聲音都唔見有。好簡單，所謂支持真係太有部署、太有隊形啦。冇前期嘅部署，條 thread 就會水靜河飛。私定水兵呢一樣嘢，真係有錢都唔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咯。仲要個個都係假 account。支持自己偶像，點解要用假 account 啊？好收家咩？如果你覺得姜濤灣唔需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，請問一下原因係乜嘢呢？真係開心就得，賀生日就得？答案其實係隻手遮天啊！娛樂媒體吹奏佢都算，一啲時事評論員以至係網媒，一講到佢嘅事就會集體啞咗。連過去自詡為反霸權、要監察政府同社會嘅香港獨立媒體430都要派記者出去影相。想當年佢哋又反高鐵又保衛皇后碼頭，以前就做反世貿直擊，而家竟然要採訪姜濤誕呢一啲盛事，可謂社運人士自閹成為太監嘅實錄。那邊廂集體黐膠晒線，堂堂時事評論員一個係咁，兩個都係咁。不禁要問，姜濤帶俾香港滿滿正能量，帶俾香港人好多開心，真嘅嗎？仲要普天同慶到好似賀金正恩生日一樣，感動到流晒眼淚鼻涕，超好笑。你哋而家正正係推崇緊呢一種個人崇拜。就講返姜濤灣，根本就係一個冇合法性嘅非法集會，人多聲大惡晒，而你哋呢，就錯晒焦點。你哋嘅焦點就淨係放喺小姜姜身上，但偏偏嗰日佢就冇喺現場出現。姜濤本尊連人都唔喺度，你哋自嗨啲咩呢？仲要拖晒全香港人落水。劉銳紹仲話咩430香港人自主出嚟，值得高興乜乜盛盛，我真係一啲都唔覺得高興。個李慧玲仲顛到話咩姜濤係上帝送俾香港人嘅禮物，喂啊，使唔使咁浮誇先？我明，我當然明啊。而家好多嘢都唔講得。人人都以娛樂麻醉自己嘛，不過發癲都要有個譜先得㗎。而家講緊姜糖佢哋非法集會衝擊緊法治啊，發盲不特止，
仲要鼓勵佢哋，美化佢哋。李慧玲小姐，究竟你哋食咗藥定未食藥啊？定係吸咗太空油上咗太空啊？花痴到你咁，都真係好恐怖啊！作為一個前時事評論員，2019年後，你已經好少出啲正正常常嘅正評，而你個人都變得傻傻更更啊！我唔批評佢肥哥藝冇差，淨係講姜濤誕，只係唔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呢件事，就足以將香港法治斷送。話時話，如果有人要上街去銅鑼灣賀黎智英生日，又或者如果你要賀何君堯、楊丞琳生日，照版煮碗包起晒成個銅鑼灣，又得唔得啊？其實都係要申請咗集會許可先至可以講得定唔得咯。6471721都唔得，點解430就得啊？泛民喎、傳媒人喎、時事評論員喎，都唔知係李慧玲定430喺度打飛機，結果就係一個已經重傷嘅香港，一個430再狠狠斬落去，而你哋作為傳媒人仲要喺度推波助瀾，好玩唔玩攞法治嚟玩，仲打算不停咁玩，直至玩爛。俾到香港人開心，代價係斷送法治，後患無窮啊！